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去年总统大选期间的政治献金到今也是有争议。民众党第一阶段在清查了后，发现讲有17条小道交报唔到去，委托的会计师端木正家己甲这闹到2000多万，家己改做交笔申报到北京公司。面对着这款的争议，黄珊珊表示会依法追究责任。我也要向支持者和合作的厂商鞠躬道歉。当时是郭文哲竞总财务长的李文忠行咧鞠躬下失礼，因为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最近陷入政治献金的风暴，承接组织活动的行销公司年奥加是落讲无收到民众党申报3笔总共916万外的支出。民众党等去查小才发现讲，会计师端木正假闹高无报到大约2000多万，家己调税交笔申报到是落加年奥一个木口这公司。我们委托的端木正会计师，他说他时间来不及，所以有很多漏报的情况，他去调节了当中的2000余万元，分成9笔申报，而且这个会计师并没有告诉竞选总部的任何人员。会计师该负的责任，我们也会依法追究。现在这段时间能够把这些事情尽速理清为准。经过第一阶段查核41万以上支出，发现17笔闹交无报，还有5笔款项，后续来继续来清查。当时是竞办财务长的李文忠讲，当时甲检察院的申报是委交予外部的会计师，完全唔知影有闹交无报情形。不过无尽到第2摆查核的责任，会向党报请自行处分。郭文哲也亲身说明讲，政治现金申报数额真紧张，不过因为这个申报资料外包会计师大粗大意，造成数额会用上紧的速度。向检察院补正资料。我们现在所有的支出，你知道吗？都有凭证，都用在选举相关的事务。更重要的，他没有跑到任何个人的口袋里面。我也保证，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我们不会被任何挫折击垮的。身为民众党的党员，造成党的声誉受到如此大的伤害，我也会向党自行处分。端木正是发声明来回应讲，提供的签证服务拢依照法令规定来处理，相信检察院也个检调查了后，先予会计师清白。不过记者会开到一半，发生另外一个代志，台湾国理事长陈顺涵雄雄行入会场，一直挖滚讲台，也甲民众党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请问授权金不是记者提问的那个。毛科公司也发声明，有关税金的争议甲批评，造成公司甲相关伙伴严重影响。为了避免争议一直拖落去，即刻起暂停运作，并且依法进行公司的清算。台湾基进党也个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小平，12日前后到台北地检署告发郭文哲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刑法背信这罪。北检也主动分案调查，专案交由检署乌金专组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伫咧台北市长任内的金华城含这北树科案件，防指控涉嫌盗窃。今日北检也头一届用被告身份团政副市长彭金生到案说明，问话3点钟了后无报撤回，但是限制出境、限制出海，也个限制住机。副市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结束我3点钟的精神，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生行出北检面对媒体讯问即个手无讲话，因为前台北市长郭文哲金华城案、北树科案防指控涉嫌盗窃，彭金生也以被告身份团反省后以涉犯盗窃等罪嫌，下令限制出境出海，佮限制入机。郭文哲对此无加做回应，不过第一台北市长任台，金华城用积率为560%提悬到840%，也够有20%的自创用积奖励，防止独立业者。另外，北投树林科技园区 T17、T18地上权标案，也好多位民代也出前组合成功集团等记录。北京今年5月分他日案调查，案由是贪污治罪条例。北市议会也成立专案调查小组，目前已经召开8摆会议。20计划邀请彭金生说明。检察官的约谈应该是越来越接近核心呐。洪正生如果这些事情是他负责的，那他当然要负起绝对的责任。但如果不是，他有在过程当中是
接到长官的胁迫，那他就必须要讲出来，才能够在司法上面还自己一个清白。我希望检调后续尽快的约谈其他的当事人，包括金华城的主事者以及柯前市长。除了厘清真相以外，当然也避免他们可能有串供的嫌疑哦。如果确实有违法的问题的话，我希望蒋万安市政府赶快成立后续的法律研议小组。对政市府前期台北市长朱万安阁指出表示，希望检调赶紧厘清事实，调查真相。市府会全面配合调查，无往不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伊今仔日驶沙石车经过永和时阵，这车顶砍沙石的网啊，说是紧起来去交到路边的电缆，和规机的这个墙顶拢互踹断，加在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但当看到这画面的这车顶砍沙石的网啊，去交到这电缆了后呢，车是继续驶，说是把这青红灯踹断去，倒伫咧路中，险险啊喊到经过轿车，加在是无人受伤。这件代志是发生伫咧今仔早起8点多，也因为上班时间车长济，警方到现场了解，可能是这操作出问题，才会造成意外。不过这详细原因，佫需要厘清。讲到这台铁员工定定互旅客攻击，互这旅客嘛，这家己大拿车头着一名站务员向工会投诉，讲已经互攻击恐吓真侪介咯。车佚因为阻止乘客伫咧车站内面骑脚踏车，伊也去互拍，也互这个台铁产业会工会批评台铁拢急点点，这害这款的代志一再发生。对外监督，台铁高层要求各站清查是毋是有员工轰拍。台铁产业工会秘书长11伫面册答文指控，嘉义大拿站一个站务员，车次为了靠坑伫站内骑脚踏车的乘客轰拍。不过台铁事后说，干来劳动大家找人，毋是保护员工。他脚不方便，在楼上碰到他都要用骑乘的方式。上面后车大厅有很多礼让，对啊，怕会撞上别人。抵达现场时，该施暴民众已离开。本分局已调阅相关监视器，厘清案情，将依法侦办。代志发生伫大拿站2楼通路，听讲这个站务员毋是头一摆轰拍，较早嘛我伫集群的时阵去互乘客攻击恐吓，民众嘛感觉站务员真冤枉。觉得他们都很好，服务态度都很不错啊，很热心啊。站务员互女乘客摕鞋啊，去拍，列车长互人加见回乌青。代替公司换了后，除了加请人，也希望会当改善员工的态度甲工作环境。不过员工互人攻击事件，常常听到工会12批评代替无作为，今来要检讨员工无危机意识，要求提高车站安全保障。我们希望说能够像这个台铁去征聘这个保全一样哦，他们现在在每个平交道其实都有聘一个保全。负责去做监视，也能够来协助在各个车站去征聘保全，来确保这个车站里面的安危。面对指控，台铁表示，迄天铁路警察局部有到场处理，甲员工约定13做笔录。公司也指派主管持续关怀员工，来做后续员工要对乘客提告，我会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昨早起呢，这台南成功大学的成功校区有10多只外来种的鸟仔去弄到玻璃死亡。这野鸟急救站的人员就咧怀疑讲，一寡鸟仔可能是食到发芽的树脂，袂似是酒水共款，才去弄到玻璃。教室外通路几落只死去的鸟仔，敢若剩3只爱叮当，算死去甲昏去的鸟仔拢总12只，拢是外来种飞龙鸟。鸟仔死亡前有人听到物件弄到窗仔门的声，怀疑是规定鸟仔弄窗仔门造成的。有鸟直接撞到窗户上面，所以下课后我就去看，那就变成看到同一排啊，走廊同一排啊，就。很多鸟就躺在地上。台南社大研究员林正汉讲，还有开的飞龙鸟送去野鸟急救站，因为是生态真侪外来种，敢会当人道移除。不过鸟仔弄窗门的情况较罕见，急救站的人员怀疑是鸟仔食到发芽的水果酒水了后，才会弄玻璃。里面会有一些像是酵母菌，或者说可能会造成一些像是无氧的一些分解里面的糖分的一个状况。那这些糖分在分解的过程，这些所谓的
项目，它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像是酒精类的东西。兽医师是讲，野外亲像白头壳啊、青猪啊这种专门食榛果类的鸟啊，较会去拄着。若无适宜食着，就若亲像人食酒水共款，平衡系统会出问题。伫飞的时阵会弄着物件，也是为空中落来、链来地面去互车搞死。不过，台湾野鸟保护协会表示，鸟啊上大的隐形杀手其实是窗仔门。窗户就会呈现它玻璃对面的树木的反射。那鸟类它在飞行的时候，可能误以为可以穿透过去，所以这时候就产生了撞击。台湾野鸟保护协会表示，台湾伫东亚重要的大鸟迁徙路途，不管是台湾原生种还是过境的大鸟，拢有可能弄到玻璃。呼吁业者还是民众，伫规大片玻璃还是伤光的玻璃顶增加一寡东洋，通减少鸟仔去弄死。记者综合报道。2年前，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伊去到这毛信军馆内面参加游击赛，过程当中呢，头壳互拍到，也因为现场无医护组，送病院了后脑死来过身。这姓丁的馆长呢，互依照过失致死罪来起诉。也那这法院今仔日开庭，馆长是无要回应，死者的家属也强调绝对无要和解。为什么比赛的时候没有设置医护人员？对媒体追问被告的姓丁的馆长拢无讲话。2年前，伊伫新店一间拳击俱乐部来举办友谊赛，不过比赛现场并无设置医护组。比赛过程中，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头壳互大力木掉，互拍倒伫涂骹。落场了后，身体无爽快，送医急救，最后宣判脑死。结果馆长控告过失致死。只是草率这样做一个检查，就让他去比赛。我觉得这样子，你看像我儿子这样就走了，对我们是一辈子的遗憾。法院12日开庭审理，家属无法接受一条少年性命就能死去，要求法官还一个公道。由咱拳击好手才伫巴黎奥运摕金牌，教练讲，这几个国际拳击比赛一定以选手的性命安全是重要考虑，无可能无设置医护组，而且是像耳仔以上、后头壳，也有头壳碗、颔棍处拢属有危险的部位，是袂使共攻击的。就是顺着耳朵，然后你身体一直到腰部这个位置之前都可以打，耳朵以后就不能打，就是头后脑就不能击打。国际赛的话，国际总会就会有一定的要求，像这种近身技击类啊，国际也会要求的比较严格。有高雄的道场也捌发生格斗赛有选手互拍一个分区倒伫涂骹送医不治案件。对着这个私人举办的比赛，是不是严守拳击，也是格斗的比赛规范？对选手家己有签切结书，是不是都免负责任？引发讨论。符合正常比赛规则底下的伤害，我可以承诺说这样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超出比赛规则的，这个呢不能够因为签了这个生死状，我就主张说我得到被害人的承诺，免除刑事责任。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把最高司法官的律师讲，切结书是不是合法？伊是不是合乎公共特殊加限量风俗？那违背当然是无效。尤其距离比赛已经超过性命权的保障，希望爱护刑事加民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这巴黎奥运结束啊，咱的台湾选手呢分配回来到台湾，真侪民众拢真热情去到桃园机场甲因接。最后一批这奥运选手会伫咧13透早回来到台湾，到时阵呢会有3架 F-12战机陪伴因做回飞。16日会举办这英雄大游行，互摕到2块金牌、5块铜牌代表团接受民众的迫害声。民众热情发声迎接奥运英雄，亚当陈文辉、彭婉玲甲台军道路家玲点建立运动会台，带上2届比奥运第头一轮输去。比赛了后，伊阿兄甲爱离开的路家玲讲要成英雄，重新再出发。目前的状况就是先休养，然后让他到好之后才会有之后的比赛。我们是有找到问题的方向，所以之后也会去做着手的改善。虽然没有办法拿奖牌回台湾，但是很满意这次的成绩，那我会再接再厉，继续加油。彭婉玲早做10个服装去巴黎，伫社群引起讨论，互世界更较看到台湾。林晓婷伫台湾摕到历史性头一块奥运木胜球金牌，国民党中央党部发鸡排珍珠年茶作为庆祝。党主席朱立伦话希望明年成立体育部，听运动员来领鸡排的囡仔是为无故卷入性别争议的林晓婷加油鼓励。李玉婷，我挺你。很感谢他为
为我们那个台湾争光哦，体育界争光，拿到金牌不简单呢，加油！台大医师是经中的查某囝用漫画加英文听林旭婷是生理女性，解说林旭婷会开始练木兴趣，是因为要保护妈妈。温暖的图文使人感动。大概花了2个小时画的啦，最主要还是因为林玉婷这件事情出现了很多国际社会就是对我们不礼貌有污蔑性的那些发言，所以他感觉到非常气愤。包含林玉婷最后一批奥运国手13套早会返来国内，比较东京奥运的前例，空中3台 F-16V 战机会进行盘飞。总统赖清德16会接见奥运代表团，佮举办英雄 Party， 甲台湾英雄大游行，要予代表团接受国人的鼓励，分享巴黎奥运摕到2块金牌、5块铜牌欢喜。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国防部指出，讲这乌克兰军队已经侵入因罗西亚境内30公里，继续攻击库斯克地区。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强调，这是回应罗西亚的所作所为。另外，在这乌克兰境内，和罗西亚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也传出大火烧的灾情，两国是互相指控讲，拢是对方做的，加在是无去影响到核电厂安全。罗西亚国防部发布影片指出，乌克兰军队已经侵入罗国境内30公里，高伫边境的库斯克地区加陆军交战。这是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军上侵入也是上大规模的入侵。乌克兰边境所门地区居民为乌军的表现欢呼。І танки, і машини, і гуло, і летіло, і все. Так, давайте не підтримуйте. Я підтримую. Те, що вони пішли, підтримую. Так і треба. Хай вони почувствують, поживуть у нашій школі. 这摆侵攻已经进入第6天，亲像和克里姆林宫有一寡未符反应。乌克兰官员也透露，几乎已经部署1000名士兵参与这波突袭行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强调，为罗国边境地区对乌克兰发动的每一摆袭击，拢应该得到公平回应。Тільки від початку цього літа і тільки з районів Курської області по нашій Сумщині було завдано майже 2000 ударів. Артилерія, міномети, дрони. Ми фіксуємо і кожен ракетний удар. І кожен з таких ударів заслуговує на справедливу відповідь. 位于乌克兰南部和罗西亚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传出火警，罗欧双方拢指控对方放火。好在国际关注联总署表示，火警并无对核电安全造成威胁。另外，罗国首都莫斯科受民众咧募集领导援助物资和库斯克地区的居民。Я думаю, что те мирные жители, которые от этого пострадали, они получают помощь, по моему мнению, недостаточную. И чем я могу помочь, какой-то посильный вклад внести, я попытался сегодня сделать. Давайте так. 目前，库斯克地区已经有76000人撤离，当局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罗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基辅恐吓罗西亚甲平民。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印尼首都雅加达要刷起1400公里远外婆罗洲的努山塔拉，这个工程呢已经进行2年多了。第一阶段工程按算伫咧8月17国庆日进行完工，任期剩2个月。印尼总统佐科威2礼拜前已经开始伫咧新首都的总统府执行公务，10日也举行头一届内阁会议。伊是表示讲，安尼先做呢会当互区域的发展更较平均，但是建设的过程大家会较痛苦。外形像电视蜡像的印尼新总统府大楼看起来真壮观。为着赶上17个独立纪念日国庆大会，位于婆罗洲新首都努山塔拉的工程当咧积极完工。总统佐科威2礼拜前已经开始伫新总统府大楼执行公务，迄天的记者会也家己亲自调整座椅。12佐科威头一摆伫新都主持的第1摆内阁会议，伊个一摆表示前都的未来目标。Salah satu alasan kenapa ibu kota pindah, karena kita ingin pemerataan. Karena kita tahu 58% GDP ekonomi itu ada di Jawa, sehingga kita ingin memeratakan untuk juga luar Jawa mendapatkan perputaran ekonominya. 内阁会议进前，各部会首长也顺势基础建设的时间进度，确保伫国庆纪念大会登场进前一切顺利。Sumber air baku untuk
Nah, ini ada 2 sekarang, Bendungan Sepaku Semoy, kemudian kurang lebih 10 km dari sini ada namanya Intake Sepaku. Intake itu adalah sungai yang dibendung, areanya diperlebar, airnya kita ambil menjadi air baku. Betul, itu yang akan digunakan dan sudah digunakan untuk mengisi air atau mengirim air di IKN.印尼表示，前途带来55项投资计划，范围包括小卖、物流、金融、观光、教育、医疗、甲能源等产业，规模会达到30亿美金，大约新台币970亿。政府强调，新首都会建造绿色智慧城市，达到市城用地会留作心灵绿地，只是施工期间土粉夜飞，当地居民真艰苦。未来恐惊也会继续面临交通塞车、工程拖延问题。加上目前海外投资甲招商不足，参后期土地征收等难题，互新首都的发展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巴西伫咧初九时阵，因国内有4架无人机摔落来，这乌阿爸后果这飞行记录器即马是拢找到啊，也当咧调查这事故原因。就专家是利用民众翕到影片，要来做一个判断。这是对去地点附近民众看到飞行机坠落来最后一刻所翕的画面，透过社群网络传播。巴西国内外飞安专家也看过这影片。虽然航空公司讲飞行机所在关度的疾病问题伫飞安会当接受范围内，不过路透社访问的巴西飞航工程师有关认为，为飞行机坠落来状况来看，会当讲确定就是疾病问题所造成的空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动力学者认为，这个事故应该是甲天气状况无关系，可能是2个引擎中的一个故障，不过技术应变处理事故，造成飞行机呈现失状态坠落地面。当然，真正原因也有待解读乌阿爸了后，才会当确定。Neste momento, os investigadores do CENIPA estão num importante trabalho de extração e obtenção dessas importantes informações que entendemos que poderá reescrever e nos contar o que aconteceu neste trágico evento. 经过调查小组的努力，目前已经确定俗称乌阿爸的座舱通话记录器、甲飞行资料记录器，拢已经找到，记录也已经提出来。所有的都是专家的判图。根据调查小组的讲法，初步结果要30天左右才会当出来。由法国甲意大利合资的 ATR 公司推出的香普罗培拉 ATR-72的系列客机，受到不少区域型航空公司的爱用，生产总数约900架，其中台湾本岛甲外岛航线订看的 ATR-72喇叭型数量上侪，全球总数超过500架。即摆发生事故的是属于 ATR-72 500型，总数也有230多架。公司新闻齐家真编译。讲到中共的军机军舰一日到暗来台海扰乱，遭到军事的迷众也着公开，因有发现讲一只中共军舰出现伫咧台湾东北角的海峡。这军事迷众也指出讲，这11下晡3点多，因翕到中共052型的军舰出现伫咧宜兰乌石偏东南东方32海里的所在，而且是向南驶，无离来到咱24海里的连接区。咱的海军空定级军舰也有伫咧边啊监控。也因为最近呢有中科研究片基地对海型飞弹试射计划，不排除中共军舰是为着要收集相关的情报，才会来这个所在的。另外，国防部也公布11一天呢查到9架中国的这个军舰。也若有9架军机，其中有3架军机飞过海峡中线，咱的国军随时拢有在监控。刘玉辉进前表示，讲这澳门政府要求咱台湾驻澳门代表处人员就要签一中承诺书，不过咱敢拒绝，所以咱的人员是无法度接近的。代表处目前只剩2个刘玉辉工作人员伫遐。刘玉辉表示讲，上歹拍算就是来踢馆，不过国民党立委是呼吁讲，就要以台湾人的权益来优先考虑，无希望行到踢馆一步。的作为，那我方也会做最坏的打算，到时候一定会冲击到台澳的民间交流。8月初，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讲，针对咱国驻澳门办事处会做上歹拍算，因为澳门政府坚持咱国派驻新的人员申请签证的时阵，都要签一中承诺书。不过咱这边是无法度接受，
地署办事处目前敢若剩2个陆委会人员，甲14个当地请的员工。如果说最后演变成要被迫撤馆的话，我想这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尤其是可能也会让我们台湾的民众在澳门地区或是港澳地区这边的权益会有受损的情况。有风声讲，陆委会有建议2种处理的方案，头一种是香港的模式，亲像咱国驻香港办事处同款，透过当地请的人员来协助运作，或者是考虑直接把这个办事处拆掉。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于很多驻澳侨胞台湾国人的服务，也会影响了台湾跟澳门之间的各项不管是商务、观光、文化、教育的交流。呼吁中方不要用这种恶质的这种政治压力的来赋予我们的驻外代表处的人员。驻澳门办事处若是拆掉，咱国伫当地国有财产澳门国父纪念馆，因为是历史古迹，袂去互拆掉。嘛按算请当地员工依次开馆运作。根据了解，即马伫澳门有设领事馆的国家，敢若剩葡萄牙等少数的国家。咱国的若是拆掉，澳门的地位是会比人愈来愈细汉。而且咱国对澳门的贸易业，去年敢若1亿美金，就算无甲因做生意，影响嘛无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今年景气有较好寡，一寡产业薪水有加一寡。这主计总处公布上届新劳工薪水调查，甲物价因素列外，1月到6月实质经常性薪水是43158块，年增率是0.28%，已经是连续3个月正成长啊。在实质经常性薪资的部分，在3月之前其实它是负的，但是从4月开始，实质的经常性薪资还有实质的总薪资，其实从4月开始2个都是呈现正成长。在景气复苏之下，以及上半年在厂商调薪还有最低工资的影响之下，薪资维持一定的成长动能。今年顶半年实质经常性薪水含实质总薪资拢是正成长，出现3年来上届好成绩。不过，主计总处又原点名这旅宿和餐饮业经常性薪水34609块，也若做头毛做美用的是35841块，整体这个待遇也是比平均搁较低。讲到桃园的社会主体有4000户，不过有8000个民众等待候补。市政府表示讲，这119年市政府桃园市内会超过1万户的社会主体。关心居住正义的民间团体是认为讲，政府就要针对着社会主体包租代管，也个租金补贴的主管分配，要有全盘性的检讨甲规划。中路2号社会主体伫桃园区，因为地段真好，真受欢迎。目前有858个人咧排队候补。桃园市最近这几年大力推出社会主体，桃园市12搭4000多户是拢房租去，还佫有8000人伫排队，是提供房租的数量的2倍。有民众真无简单排着啊，嘛有人到单还佫伫等。一整年都可以提出申请，时间不同，递补的顺位就会有所不同。以我帮忙申请过的案例来看，最多有等到将近1年的时间。目前桃园社会主体候补的名单有8000人，台北去大排队的人数前3名拢伫人口上侪桃园区，分别是中路2号有858个人，中路4号有796个人，中路1号有793个人。也若排队排上少的平地1号，嘛有267个人咧等。因为桃园市的社会住宅是新房，而且租金是市价的折扣。所以造成入住后流动率很低。社会住宅尽量多给租屋市场最不容易接受的，比如说独居老人、精神障碍者跟严重的下肢障者，再着以配合社政跟卫生单位的福利服务的支持。主题发展处表示，桃园有几个所在社会住，还佫伫咧规划或者是设计阶段，到119年会有超过1万户的社会主体，而且毋但是桃园，针对全台湾的社会主体。普遍是拢供应无够需求，所以妈妈基金会认为讲，若要解决问题，政府就要针对无共对象来强化社会主体包租代管、加租金补贴资源的分配，建议社会主体会当优先来照顾弱势族群。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着内政部的统计，到去年底为止，国内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429万人，其中独居的老人若去甲伊推算，尚无有67万人。不过，卫福部老人调查报告说讲，国内独居老人有39万，需要坐车关怀的干那5万人尔。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就讲，实际需要关怀的独居老人数量可能无推算的遐尼少，建议卫福部就要重新检讨。随个人化甲囡仔生少影响，家己一个人大已经真侪老人的生活方式。虽然家己一个人大无一定是经济无好，不过可能稳重真侪规矩。老人福利推动联盟讲，家己一个人大的老人可能较不要用电脑甲手机啊，较会互诈骗集团锁定目标，而且万一伫厝的跋倒也破病，一时间可能找无人斗相共。他跟社会、跟他的家庭都断裂的话，像这类型的长辈就很可能在第一时间内比较没有人提供这样一个紧急的支持跟协助。另外，联盟分析发现，卫福部的独居老人定义可能范围伤细。根据内政部统计，到去年底为止，全国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429万人，独居老人比率是15.6%，推估至少67万人。不过，卫福部老人调查报告却是指出，独居老人比率是9.11%，独居老人人口只有39万人，两者差28万人。因若必须列车关怀的独居老人人口也只有5万人。内政部的那个数字其实。是一个纯从户籍登记资料里面做一个统计，卫福部在做的，我们实际上在处理的范围，则是针对独居的长辈他需要关怀的对象的人数。社会团体建议，独居老人定义应该搁放宽，即便是家己一人大，就是看做是独居老人，并且鼓励这些老人来做社区的志工，互独居老人无孤恼。也若卫福部是回应强调，地方的普查实际上需要关怀人数，调查方法甲定义拢甲内政部无共款，照这数字上的差别，未来会继续来检讨，精进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政府拍算伫咧溪湖的东犁溪附近一大公有地，溪底啊排泄物多元利用共同处理中心，会当处理6万只猪放出来物件。当地里长和发展协会今仔是带上百名民众去到县政府抗议，说和警方发生严重冲突。农业处强调，专案已经进入到可行性评估，也针对里长、理事长用无老实的影片伫遐煽动民众，也已经正式来提告啊。300位民众冲过60名警力组成的防线，想要进入彰化县政府，结果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双方冲突中，有几名民众搬凳坐伫涂骹。彰化县府为了解决地价饲料问题，向农业部争取3亿4千万，打造地饲料多元利用共同处理中心，规划设置伫东路溪边公有地，当地溪湖镇西势力民众不满，选这地点设立。伊选的所在唔对啦，伊是爱选去迄市地较多的所在啊，上好是大人较少的所在啊。西势力里长甲发展协会去年8月就发动抗争，因批评县府法医公文来回应讲，无处理民众强势进前未随便来设置。不过，即阵传出专案已经进入可行性评估，昨日再来到县府抗议，批评官方是讲话无算话，自头至尾拢是骗局。主份当初是讲要处理去溪湖，结果即摆要处理其他的乡镇。鼻头、参尾、二林，结果阮溪湖镇嘛处理无了，伊讲3公里尔，所以对头尾这就是一个骗局，我感觉足生气。我们一定会让你们了解，这样的一个建设是不会让你们的空气污染。连3公里还会用管线，用管线不会。阮无同意啊。警方夜排经过请民众冷静，官府出面接受定情，强调后续举办公听会甲说明会。农业处是认定，西势里长蔡福祖协会理事长詹俊杰2人以不实影片甲错误信息，想要误导民众，做了里面参与观摩会，已经以刑法313条散布流言，也是以诈尸损害他人之信用正式来提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部正出名的野球学校高雄林园的金潭国小野球队，大部分即旧年的队员拢是5年的学生，致使旧年成绩无讲介好。不过今年休热短短1个月内，球队是小连续摕到3个冠军。教练也讲，未来会以国际赛做打拼的目标。
听教练的指示，球员互相练习野球的手臂甲打击。这是滨景业杯12岁金潭国小野球队。去年因为球队大部分是高年的球员，所以成绩无介好。经过一档训练，总算摕到好成绩。队员表示讲，这一档加在有教练的鼓励。教练讲，今年的6年有机会，会使去外口拍，嘛会使摕到冠军。挂沙袋，然后跑步。然后就可以让脚程变快。金潭国小野球队在1997年成立，2011年北去美国威廉波特参加世界小棒锦标赛，可惜无进入复赛。后续敢若拍到全国联赛8强，不过今年后热，因连续摕到3个比赛冠军。教练表示讲，其中性球杯的全国赛是头一届有南部球队摕到冠军。5年的球队要进这个全国赛了。他都没有什么全国赛经验嘛，但因去年就有啊，所以因今年起来是因就比别人会较勇啊。野球队目前有30几位的球员，大多数拢是6岁囡仔，有的是为南马夏桃园地区来的。校长表示讲，学校提供宿舍甲沙场，互囡仔通专心练球。反正有的就唔是拍球的了，但是教练含阮学校有一个原则，就是讲。无放弃任何一个囡仔。其实金潭野球队嘛捌培育出真侪职业的球员，包括过去伫美国大联盟的刺激林。教练表示讲，成员大多数拢是新6年啊，未来继续以国际赛为目标，继续打拼。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嘉义东照因的水产养殖产销班，为着要互民众了解在地饲蛤蟆的过程，配合在地商款发展协会举办课程，互民众亲身落去窟窿内面摸蛤蟆，希望会当互民众知影讲，东照除了有蚵仔以外，也有其他友善环境的产业。家长带囡仔落去饲蛤蟆的窟窿，大家摕到假使要专心来摸蛤蟆。嘉义县东照乡水产养殖产销班开放饲蛤蟆的窟窿，互民众来体验。大家落去了后，搁起来，拢讲真无简单。第一次参加，他就工具往下去画，它有的地方就硬硬的。比较适合大人，小朋友那个不好走。全身都下去啊，他就整个人就趴下去挖了。嘉义县沿海养殖蛤蟆的面积有将近900公顷，其中东照就超过一半。产销班讲，蛤蟆用机器收成了后。窟底会有一寡蛤蟆无法度用机器来收成，所以就配合相关的推广活动，举办7日课程，互民众体验摸蛤蟆。垃圾有诶抓袂起来，抓袂起来变成讲咱家己窟主爱落去摸，无咱拍窟了一定爱死所以就号召台湾的一些好朋友，有一些喜欢体验摸蛤的好朋友，摸蛤蟆的好朋友。都可以下去帮我们摸干净。伊的壳什么石，就是伫咱窟窿底饲的；啊，什么石伊是伫海底生长的。啊，透过这个活动了后咧，伊会使知影讲，粉叶啊，伊安怎去大汉的，啊，伊对大细粒安怎饲到变咱会使食。东照商款发展协会表示，东照除了蚵仔以外，嘛有其他的水产。澳门透过活动甲课程举办，门下带因来到山地山区亲身体验，嘛会当入捌友善环境对养殖的好处。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金钟奖摕到创新奖的这个电视剧《并不客栈》是台湾头一出结合歌剧甲音乐剧的新型歌剧，今麦也要对电视搬到国家剧院录。《并不客栈》推出剧场版本的前段，由东美分歌戏团找本地演员，佮再结合一阵少年辈演员，做伙将这电视剧延伸到舞台剧。电视剧《面包客栈》2022年入围4项金钟奖，为着要传承台湾本土的歌戏，这摆长美分戏剧团带一群少年辈的演员，做伙甲电视剧演耍做舞台剧。他们演的歌戏的团员拢是个少年人，所以因不但爱学去演戏、骹步手路，爱个也要讲台语，这是一个足好的展现台湾文化的真重要一个任务。头一届接触到歌戏舞台剧的演员彭友心，伊讲伊伫9岁的时阵就开始参加台语歌曲比赛，而且嘛演过真侪出的台语戏剧。伊认为家己的台语不哩练长，毋过接受到歌戏了后，互伊感觉台语是真困难。真济我直接看到字的时阵，我读
我读拢直接是读咱平常时咧讲话迄种字、迄种音，啊，毋过结果我才发现哦，毋是呢，伊爱用歌戏的戏文的声调去练，所以我其实都直接去拜托剧团内面的台语老师，然后拜托伊念互我听。舞台剧《面包客栈》内底除了有原本电视剧的演员以外，佮加上一阵少年演员，唐美芬希望会当替歌戏注入新的活水。当然拄开始袂晓，但是慢慢一直接触，一直学习，其实因就是愈来愈内行，愈来愈清楚，嘛愈来愈会晓。唐美芬希望大家会当斗阵来支持台湾本土的戏剧、歌戏，若是袂晓台语的朋友，也是外国朋友，嘛会当来看戏。因为哪播戏，哪提供花季礼物。电视剧演出真成功的面包客栈，即届11月份伫国家戏剧院演出，无同的表演舞台，拢是展现歌戏的水。记者陈亚轩、柯敏哲台北报道。因为超高龄社会趋势，这台南护专为着要提升学生未来去到病院甲诊所就业时阵所需要的台语能力，这回伫休热期间由校长带老师学生，这回拍台语版本的护理教学影片，希望互学生呢学到专业的台语医疗用词。消毒由内边向外安尼洗过。护理师当咧甲病人消毒手指头啊，再搁摕彩绘针甲血糖机来确保病人的血糖敢有稳定。袂讲掠准这是病院，毋过这其实是台南护专拍戏场景。校长带头变装，假做护理师，插学生伫休热期间斗阵翕台语护理影片，运用校内临床机能中心的器具，全台语来解剖拍痰甲脾胃讲的流程。拍这个影片其实嘛是有帮助的，因为会当知影讲拍痰的，就是要安怎讲啊，要安怎卫教啊。台南护专会当来支持这个护理台语，我感觉足欢喜。申请这个吼，就是要规个拢会当做全国的迄个台语的推广，会当互这个咱的护理的品质搁愈好。啊，毕竟咱台湾人爱讲台语吼，这是咱足重要的代志。学校发觉学生伫临床实习的时，拄到专有名词也是啊听雷。为了提升学生的医疗台语能力，校方才有拍影片的想法，希望通改善学生参病人的关系，嘛会当减少误诊的风险。实际去病院行一转，新台病院医生指出，伫南部的门诊内，将近8成拢用台语来沟通。你讲国语其实嘛听有，其实讲台语伊可能听得较清楚。啊，第二个就是讲伊会感觉较亲切，会感觉讲哦，这个医生较会关心伊安尼，啊讲的伊个听有，以后台语要安怎讲较专业，台南护专嘛请台语专家一句一句来指导。校方表示，课程袂当干那有医护英语，嘛要有台语版的，互未来整个医护界照护品质愈来愈好。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今年奥运和性别议题有背景讨论，事实上生活当中也有真侪性别平等的观念，需要继续来推广来落实。中华电中妇女中心就举办讲座，邀请台湾同志资讯热线协会社工主任，对家庭工课同婚这寡方面，和民众讨论到性别多元加平等的议题。用心水来讨论男女平等的议题，佮有了解台湾甲性别相关的法案。这是中华电中妇女中心举办的多元性别讲座，讲师用生活中的例来，互民众思考安怎落实性别平等。我是生长在一个阮家拢4个拢是女生的家庭，我感觉讲，伫阮家，阮的爸爸就是一个天。到长大的时阵，面临结婚这个问题的时阵，阮就有像你即只讲的，迄个性有没有从母性这个问题。过去因为传宗接代观念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台湾2007年民法公布修正，爸母双方会当讨论囡仔要缀老爸也是老母姓，拍破父权优先的条款。搁有2019年，台湾正做亚洲头一个同志结婚合法的国家，但是社会上煞袂少无共的声音。讲师就讲，头一步是爱互相了解。因为性别平等，不是只有男女平等，都有同性恋啊、双性恋啊、跨性别的朋友。我真是感觉是时代接受的程度其实是蛮大的我觉得有教育、有对话、有分享其实是真的可以有进步你袂使讲甲别人的代志，拢讲对咱遮来，也是讲否认啊。时代已经无共啊啦，行到即阵来就是看
看较济咧，大家较平等啊就好啊。主办单位表示，台湾这几年虽望性别平等的意识有提升，但生活中也是需要继续来推广落实。真欢喜讲座有袂少时代参加，透过讨论，加一份理解，就会当减一份知识。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